咁好耐冇同大家咧拍過 YouTube 啦，因為呢個之前工作嘅問題啦。咁咧就今日同大家講下咧，如果係用呢個高精準嘅5次 SBRT， 即係一個立體定位放射電療嘅方法咧，治療前列腺癌咧，究竟有啲咩需要注意嘅事項？而家咧多咗病人去查詢咧，用呢個 SBRT， 即係5次嘅精準電療咧，去治療呢個前列腺癌。特別而家咧，我哋有咗一個 MRI 磁力共振導航嘅話咧，就其實咧體位更加準咧，更加精準啦。咁前列腺癌咧，由以往咧需要成30幾次啊，到10年前嘅20次，到而家咧可能5次已經得啦。甚至有啲人咧而家做緊研究，話1次到2次都做得到。咁但係整體嚟講咧，臨床上使用咧，一般都係仲用5次嘅高精準電療。咁至於呢種電療同以往電療有咩唔同呢？大家可以參考我以往嘅片啦，或者一啲我 Facebook 啊、Threads 雙方面分享嘅文章。咁但係多咗人去想用呢種方法治療，但我其實就係同病人講，我哋做呢個治療其實有啲嘢咧係需要咧病人一啲簡單嘅心會配合嘅。咁咧我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一方面，呢啲心會配合看似好緊張，好似好簡單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咧都覺得係非常重要。咁第一先同大家講一講咧，我哋去做呢個 MRI 嘅對位嘅 SBRT 咧，有啲咩需要注意呢？嗱，我哋先去睇一睇咧比較後少少嘅位置。呢幅圖大家睇得到咧，其實咧用呢個 SBRT 去治療咧，好着重就係定位要精準啦，因為誤差只有1個毫米到3個毫米，即係 mm 咁解。咁需要一個好好嘅影像導航 IGRT 啦，即係每日咧真係每嗰5次咧睇得好精準。咁一般而家我哋用 MRI 咧，即時對位，即時係睇得住個前列腺嘅位置咧，係唔好喐動咁樣。咁但係紅色最緊要就係我哋要有一個好好嘅膀胱控制同直腸控制。咩叫膀胱控制同直腸控制咧？嗱，大家如果睇一睇呢度，我哋見到個前列腺咧，其實咧呢個中間嘅前列腺，佢嘅位置咧就由呢個膀胱上邊有個膀胱啦，個膀胱嘅充盈度影響前列腺嘅位置，後邊直腸大便多定少，有冇氣，亦都會影響個前列腺嘅位置。咁所以每日我哋一定要咧先排空大便去做電療之前，確保咧每日嘅位置一樣。另外咧要飲一定嘅水，飲少少尿，有一定嘅膀胱充盈度咧，先可以咧去做得精準。如果唔係咧，今日個膀胱咁脹，聽日就唔係咁脹，個位咧都完全喐晒。咁樣做不但唔精準，亦都會增加個副作用。大家可以睇下咧呢個前列腺啦，藍色嘅就係前列腺嘅位置圈，紅色咧就係呢個高能量嘅電療嘅位置。前列腺前邊白色嘅地方咧就係一個膀胱，後邊白色嘅係一個我哋打咗一浸水凝膠。咁呢個水凝膠咧可以保護呢個直腸，避免去有一個副作用嘅出現。而後邊白色後邊嘅位置就係個直腸。咁睇下如果有水凝膠之後咧，其實呢個紅色嘅線咧都可以係避免咧去。即係個電療位置，避免傷得到個直腸。咁所以咧，其實前列腺位置好受呢周圍嘅器官充盈所影響。而中間嘅位置咧，就綠色咧就係一個尿道。咁呢個尿道咧就係會喺個前列腺中間啦。如果前列腺電療之後咧，開頭有啲腫脹，有機會令到尿道有啲問題。咁我哋呢度咧後一部分會再講。咁講翻轉頭咧，其實而家我哋都有啲新嘅技術，就係咧喺前列腺同埋直腸中間打一浸水凝膠。我之前嘅片亦都講過，呢種水凝膠咧可以減低咧整體咧成個腸能夠受到電療嘅機會。咁咧就可以大大減低我哋以往最擔心電療嘅副作用，就係整傷個直腸啦，令到大便有血。咁呢個情況其實已經係好減到好少，機會亦都好細噶啦。咁留意咗正我講嘅嘢，咁我哋咁生活方面有咩注意咧？咁我成日同病人講啦，第一，一定直腸控制，即係每日電療同電療設計咧嗰一日。咁我哋一般嘅電療設計一日啦，隔幾日咧就連續開始隔日做5次電療，即係咧病人需要去醫院咧總共係6日。咁呢6日咧，最好每日去做之前一定要排清個大便。如果啲病人咧朝早一早起身咧會有排便嘅習慣咧，屙清大便最好。咁我通常會同病人講你如果係屙排便唔係朝朝有嘅話咧，咁醫生一般會處方一啲好輕嘅口服，去瀉藥啦，幫助病人去排空呢個大便嘅。
咁一般食咗之後呢，好多時如果朝咧都屙晒大便，去到醫院去做定位嘅時候，發覺大便排空呢，咁啊成個過程順利同埋精準啦。咁亦都留意，如果有啲病人真係嚴重嘅便秘，咁點算呢？口服嘅藥都唔得呢，醫生呢會考慮用一啲塞肛門嘅瀉藥咧去排空大便嘅。咁但係呢，絕大部分病人呢，其實都唔需要話呢個塞肛門嘅藥物，咁就減低病人嘅不適啦。另一方面咧，避免咧喺電療期間，譬如食好多產氣嘅嘢，譬如飲好多奶啊，突然間飲好多豆漿啊，食好多豆或者食啲番薯，因為啲產氣咧，亦都有機會令到個膀胱個直腸脹咗，咁啊脹咗有氣咧，咁就令到成個腸都有氣頂住咧，咁個位置就唔精準，咁令到治療嘅效果咧就唔好啦。咁亦都可能咧，醫生見到咁嘅情況咧，就要病人排空晒啲屁先啦，咁咧先可以做，咁令到佢成個治療咧冇咁順利啦。咁講完直腸控制啦，當然要講膀胱嘅控制啦。咁一般我哋做呢個立體定位放射治療 SBRT 咧，按照醫生嘅指示，病人每朝飲一定嘅水啦，同埋忍住一定小便嘅。所以有啲病人如果佢真係忍唔到小便，一啲都忍唔到咧，其實做呢一個治療咧就唔係咁好嘅。咁當然有啲方法啦，去幫助病人，一般8-9成嘅病人咧都可以忍得到嘅。咁但係留意啦，每朝咧出門口之前飲水量要按照醫生或者醫院嘅指示，唔好一朝就飲一杯，第二日咧去第二次電療飲3杯，咁會令到你去到醫院嘅時候個膀胱嘅充盈嘅速度同埋時間係改變，咁就會搞到咧成個過程好唔順利啦。另外咧，電療設計之前到電療之後完成咧，避免進食呢啲飲一啲咧，譬如係利尿嘅嘢，譬如係奶茶啊、咖啡啊，或者一啲中國茶，因為呢一啲令到排尿咧太多，個膀胱脹得太快咧，就會令到咧有時喺個病治療床度個膀胱脹得太快，有啲病人甚至忍唔到尿，有滲尿嘅情況，咁就非常令到成個過程咧係唔順利啦。亦都有時咧個膀胱，如果你飲咗好多咖啡，我電療之前飲2杯咖啡醒神咧，令到嗰個膀胱脹得多咧，你脹得太快呢個問題咧就令到咧我哋定位嘅時候精準到開始電，因為我哋有個即時 MRI 睇住，你突然間發覺點解膀胱脹得咁快，咁個位置就會唔啱啦。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咧，我哋避免喺電療設計同電療設計做最後一次電療之前咧，避免或者盡量減少飲啲奶茶、咖啡或者中國茶啦。咁咧亦都如果病人係有一啲譬如心臟病需要服食一啲長期利尿嘅藥物咧，記住咧電療設計之前同醫生講，醫生會作出相應嘅安排啦，去睇下點樣處理。另一方面咧，電療期間避免進食辛辣，唔好食辣嘢。點解呢？嗱，中醫角度辣嘢係燥熱啦，咁逢係中醫角度腫瘤啲前列腺癌都有啲濕熱，即係話咧都係熱性啦。咁電療呢種治療都有啲熱性。如果你再食埋辣嘢，就有機會令到電療期間尿道發炎啊、膀胱發炎啊，又或者咧直腸發炎、肛門發炎，成個過程就好唔順利啦，或者增加咗呢個副作用。有啲人甚至食咗辣嘢咧會有肚屙，咁就更加令到咧成條腸都係氣，咁咧就好難去對位精準啦。即使西醫講呢啲辛辣嘅都會引起黏膜發炎啦，譬如係尿道啊、膀胱啲都發炎嘅，咁所以呢，我哋加埋電療亦都有少少令到佢發炎啦，咁令到副作用增加，所以千祈唔好食辣嘢。另外啲特殊嘅情況就係話，如果病人係譬如本身咧都有一啲前列腺增生，本身電療之前排尿咧已經唔係好順，譬如話係有所謂滴滴仔或者屙得唔順。嗱，即係大家睇個幅圖咧，睇到其實有部分嘅尿道係俾個前列腺咧喺夾住喺中間。有時做咗高劑量嘅1-2次電療咧，個前列腺會即刻脹少少。咁咧脹少少，佢就有機會。如果本身個尿道好窄，唔係好屙到尿，一脹嗰下咧，咁有機會甚至有時咧係會產生呢個即係令尿道完全屙唔到尿啦。咁有機會需要插尿喉咧。咁呢個係非常唔理想，令到成個電療過程咧要一改再改，同埋令到病人即係受一啲好不必要嘅傷害啦。咁所以咧，如果排尿唔順咧，做呢個治療之前，
醫生會俾一啲放鬆尿道嘅藥物幫啦，甚至有啲時候咧會開定一啲輕量嘅類固醇俾病人屋企備用。萬一覺得咧，如果係排尿唔順或者屙尿痛咧，即時進食，因為食咗呢啲輕量嘅類固醇咧，會對前列腺有消炎嘅作用，咁就可以令到個腫脹咧放翻鬆，咁啊尿道就唔會俾個前列腺癌夾住啦。咁但係咁講啦，因為電療令到完全突然間屙唔到尿咧，去到中間咧，其實嘅情況都係少數嘅。一般醫生會做出一啲相應嘅預防方法咧，避免咧病人突然間屙唔到尿，需要插尿口。咁好多人問咧，就電療期間能唔能夠係會唔會話係攰得好緊要啊？咁其實就唔會嘅，甚至我啲病人咧有啲好勤力嘅人，甚至朝早去電療咧，晏晝用翻工，咁都好少。咁但係如果大家係能夠攞到病假咧，有啲時候電療嗰一個半星期咧，都可以攞呢個病假。中間亦都可以做一啲適量嘅運動，譬如慢跑啊，或者係一啲行路啊咁樣。但係咧就避免做一啲電療期間做一啲好重嘅嘢，譬如舉啲好重嘅啞鈴啊咁樣，就避免啦。咁另一方面咧，一般我哋而家精準嘅電療其實好少係影響到個皮膚有啲咩副作用。咁但係咧，如果有時肛門附近啲皮膚都係電完有啲乾啊、有啲痕啊嗰啲咁樣，就避免去泳池游水啦。因為始終有時泳池水咧都唔係咁乾淨，咁可以咧電療後1-2個星期，等各種嘅情況副作用改善晒先去游水，就比較穩陣啲。咁所以咧，成個前列腺癌呢個精準電療 SBRT 咧，雖然咧看似咧好簡單，其實亦都要病人有啲生活上嘅配合。如果啲生活配合做得唔好咧，就令到成個過程咧係即係好多棘住你啊，咁做得唔係咁暢順，亦都有機會增加個副作用。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以上嘅一啲生活嘅須知，俾各位前列腺癌病人，如果去做呢個 SBRT 電療咧，去參考。咁但係當然啦，每一個病人嘅病情唔同，究竟你嘅病情係咪真係適合做呢種 SBRT 高精準嘅電療呢？咁記得同大家嘅主診醫生商量一下啦。咁今日分享到呢度啦，多謝大家。